今日呢套單位兩個靚，上次呢係落住暴雨過嚟影呢就麻麻地。嗱，今日天氣靚，價錢靚。點解話價錢靚呢？又再降價，當時一開始係62萬幾，降到59萬8，都係算上盤。而家直接55萬8千，正南向嘅一套3房2衛105平，妥妥嘅 C 位啊！因為買樓除咗景觀。嗱，而家景觀冇問題啦，坐向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單位正南向，個視野海景係好爽，居高臨下，佢越過咗前面啲樓，我哋一個地平線嘅一個海景面嚇。可能鏡頭前睇唔出咩後果，一定要嚟現場睇一睇嚇。不過咧講真，有啲高，我有啲腳軟嚇。樓層係31樓嘅，中間位置望埋我哋園林小區綠化。兩種景觀，而且3、4條大喇海景，仲有呢邊嘅山頭景觀，一個價錢2、3種景觀享受。Hello， 各位 fans， 大家好，我係 Tommy 啊。嗱，今日帶各位嚟到我哋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啦，睇一套3房2衛105平嘅 C 位單位嚇。咁大同小異啦，101同105露台係冇變化嘅，長度6.6米。闊度咧都係1.5米嘅。嗱，啲單位所有嘢都冇話爛，唔使去整嘅嚇，牆面啊，而且佢做嘅呢個價非常好，好穩陣，好實淨嘅，可以摺疊收埋啦，曬下啲被啦嚇，晾衫啦就唔使裝上面，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唔錯嘅設計。行翻嚟睇下佢內籠，佢客廳咧所有嘢要搬走，電視啊冷氣，不過呢啲唔值咩錢嘅，到時你可以照住抽翻佢啲款喺淘寶度買就 OK 啦嚇。咁牆面完全冇問題啦。大概咁同大家講下嚇，牆面嘅闊度咧係呢個空間闊度，客廳咧係3.4米嘅，係足夠嚇。所以你睇到嗱，放咗張沙發之後，仲有2.5米嘅一個闊度嚇，仲同你做埋一個紗窗，仲有防蚊紗窗。不過咁高嘅樓層咧係唔使擔心。簡單啲講下飯廳嘅位置，呢啲全部都要搬走，但係呢個濾水器咧係唔搬走嘅，係留翻低嘅，即係你唔使煲水燒水咯，直接插翻個插蘇，佢有一條淨水管嘅，直接吹熱水係方便好多。一食完飯又唔使行翻廚房，又唔使話攞個煲水壺又去燒水。OK， 咁呢啲畫全部都清走晒啦，包括埋呢個成品櫃嘅嚇。咁再行過嚟睇下佢入門先，單邊位獨門獨戶，你可以睇到佢呢度都係擺咗個成品鞋櫃嘅。非常之實用，呢條界為準就係你哋嘅。OK， 咁再行翻過嚟睇下佢入門廚房嘅一個保養狀況先。呢個價我覺得好實用，但係咧好肉酸啊！唔知大家發唔發覺？不過睇你哋嚇，2層放啲微波爐啊、電飯煲啊，所有嘢放埋呢度，而且插蘇開關面板都留好嘅。熱水器咧都係配好俾大家嚇，夠用嘅3房2衛1廚。呢個我睇下幾星先，係呢個16星嘅，係完全足夠。OK， 雪櫃唔知咩品牌，佢貼咗呢個木紋紙，但係咧都係好新淨 ，OK 嘅嚇。然之後水壓呢啲都係冇問題啦，俾大家睇下，包括埋仲同你做埋呢個淨水器、濾水器。哇！呢隻有啲貴喎，大佬，呢隻佢係用嗰啲唔知咩鹽啊，好大嚿嘅過濾嘅嚇，軟化啲水質。呢個起碼都要2000幾蚊、3000蚊。OK。嗱，油煙機係有用過，所以有油漬，當然清洗下佢就 OK 啦。爐頭咧都可以繼續用嘅。咁呢度仲同你做咗2個置物架，雖然唔係話好貴，呢啲喺淘寶買2個百零蚊就搞得掂啦。但係咧方便好多，細節啲嘢做到非常之到位。OK， 咁再睇下房間先。嗱，啲牆面牆身係好乾淨，完全冇問題啊。先講下佢第一個客廁，下層式乾濕分離區。水壓完全冇問題，山摺疊嘅一個趟門，包括埋防滑磨砂地磚去水啊，呢啲都係 OK 嘅。嗱，呢度沖緊水，睇唔睇到？水壓係完全冇問題。同樣我哋一個鋁靠板天花吊頂，做室櫃都係好新淨嘅。再行過嚟睇下佢呢個陽光房，呢啲全部留低，因為佢係訂製嘅嚇。冷氣都係留翻低嘅，呢個冷氣，咁睇到好實淨嘅，因為佢訂製櫃咧。係嚴絲密縫貼住啲邊做到非常好，所以咧你唔使擔心話會移位啊、響啊，嗱，熬都熬唔喐。
咁你可以睇到下面咧仲可以有一個辦公台啦，然之後上面有一張1.2米嘅床包裝膜都未試，咁下面咧係一張1.5米嘅床嘅，所以點解話做訂製榻榻米嘅好處就喺呢度。當然啦，肯定係比成品貴少少嚇，設計得非常之合理，而且景觀都唔差。仲有就係佢呢隻窗，我好中意佢呢個窗簾啊！嗱，呢隻啲位啱啱好嗱，推拉，而且佢唔會好硬好軟嘅。OK，咁我哋再行翻過嚟睇下佢中間嘅呢個房間。呢間房好正，俾大家睇下。喂，呢個係防蚊紗窗，磁鐵嘅，正南向，思維海景，一覽無際，居高臨下。OK， 啲風好足，冬暖夏涼啊！呢正南向單位啊，冷氣格力留翻低，牆面完全冇問題。咁佢呢度係做咗個牆布啦，我睇下先嗱，係冇問題㗎。我一開始以為佢為咗遮住有瑕疵，係冇嘅。當時應該佢係做咗一個當媒體室，唔知佢呢塊布攞嚟做咩咧，或者點綴。咁呢個櫃咧，講真啦，呢啲木屎板、蔗渣板嚟嘅，呢個可以換咗佢啦嚇。呢個溫度，咁再行翻過嚟睇到呢一個位咧，係擺咗個成品嘅簡單式玻璃綠波玻璃門嘅一個唔知衣櫃簡易式。當然啦，訂製翻一個日常櫃到頂嘅收納空間會充足好多嚇。咁再行過嚟睇到佢座廁、客廁呢個套廁嗱，水壓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高層最驚就係佢啲排水啊嘛，都係 OK 嘅，包括埋鋁扣板、天花吊頂冇滲水漏水嘅嗱。重頭戲要嚟啦，睇下呢個景觀，哇！真係你呢一隻戶型呢一隻單位咧，呢一套單位咧，一定要嚟現場親能感受下，因為你鏡頭前絕對望唔出嗰種澎湃嘅嗰種景觀視覺效果㗎。OK， 嗱，冷氣係配好嘅。包括埋前嗰幾日狂風暴雨，啲窗邊那位完全冇滲水漏水嘅嚇。咁呢度咧係擺咗張1.8米嘅床，真皮嘅一個床架。當然啦，你氹翻過嚟嗰邊做多個衣櫃，推拉門式即係趟門啊嚇。冷氣係配好俾大家嘅嚇，唯獨嗰度應該當時掛咗2幅畫，有2個螺絲窿位，拆咗就露出嚟。嗱 OK， 呢套單位今日天時地利人和，靚，介紹到呢度嚇。接落嚟咧，同大家講下你哋最關心嘅一個環節，就係佢嘅 money。而家業主紅本房產證係在手嘅，房產證面積咧係105平，在賣嘅價錢咧係558000。咁至於費用方面，你只需要交個契稅就中介服務費就 OK 啦，冇其他嘅垃圾隱藏收費嘅。OK， 廢話少講，優點就講咗咁多啦，總結下缺點啦嚇。第一，佢要清走晒客廳啲嘢啫嚇，房間呢啲係唔攞嘅。咁第二，你話佢係咪屬於山頂位置咧？佢又唔係嚇。當然啦，可以用高爾夫球車解決。如果步行出大門口咧，起碼要3個字嚇4個字嘅。所以你或者叫觀光車嚇，啲業主長期喺度住，你加埋佢微信電話，直頭去你樓下 call 你5蚊雞。如果去3期啊嗰啲地方咧，10蚊雞一個人嚇，所以都算 OK 方便。起碼佢唔係話最山頂位置嚇。咁當然啦，都要睇翻佢呢個景觀對得住呢個價位嘅，因為當時1月份定2月份嘅時候咧，冇保養咁好嘅間屋，佢都要64、5萬，我記得有一套單位係65.8定65萬幾嘅，當然都係賣咗，係我買，樓層仲低少少，唔知12樓定11樓。OK， 咁呢就過啦嚇。嗱，想了解呢一套單位嘅詳細費用、詳細情況咧，嗱，記得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哋嚇。同時我哋公司喺深圳每個關口未有免費嘅專車路接送各位嚟呢邊睇樓嘅，仲包埋餐。嗱，訂閱我哋頻道，每日有咁多嘅優質筍盤靚盤推介到俾大家之餘，就算呢度單位唔啱各位 fans 心水口味都好 ，WhatsApp WeChat 私聊我哋1對1服務，講你哋嘅需求俾我哋聽，立即馬上匹配到你所需要嘅單位。最緊要就係幫你哋慳時間、慳精力、慳心機嚇，少行好多冤枉路，少使好多冤枉錢嘅。OK，呢期我哋講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